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1月初5。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8篇第1节到第7节，约书亚记第5章第10节到12节，启示录第8章第6到13节，第9章第1节到12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掌权吼。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照圣经的观点，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拢有上帝的旨意，拢是上帝咧掌权。特别是当末后的日子来到的时阵，咱所做的代志，拢会对上帝遐来的审判，并且照咱所做所行的，互咱适当的处罚，也是讲这个奖赏吼。奖赏今仔日的美国选举真混乱啦吼，嘛出现一寡真奇怪的现象。对于选举的结果如何，无论是即个落选的候选人，还是讲落选的政党，特别是一般的选民，拢爱真清楚，上帝互当选的人4年的机会。搁较讲你无介意的人当选啦吼，你嘛是爱知这是上帝所掌权，互即个人4年的机会啦吼。基督徒伫个选举的中间，除了学习爱为着家己的投票，莫去违背上帝的旨意以外，搁较爱学习接受迄个结果，互上帝亲自去掌权，互即个当选的人甲伊的政府家己去面对上帝吼。倒转来今日的经文啦吼，咱看到约书亚第5章的记载，以色列人进入伫迦南地了后，发生一个真奇妙的事，就是讲亲像玛纳的新约共款。或者是讲，咱应该安尼讲，玛纳的出现，捡玛纳的规定，拢是新约，和玛纳要消失，嘛是一种新约，伫经文安尼讲，迄时以色列人择营伫吉甲，迄月14个月，伫耶利哥的平阳守盘过节。盘过节的过日，因就食迄所在所出的，拄迄日食无甲饼甲烘的五穀。因食迄所在所出的过日，玛纳就停息。以色列无阁有玛纳，以色列人无阁有玛纳。迄年，因就食迦南地的土产。当以色列人进入伫迦南地了后，因开始食迦南地土产了后，这个玛纳就马上停止降落。以色列就无搁再食玛纳，这是圣经的记载吼。咱讲一个话外的话啦吼，就是讲讲到遮啦吼，牧师不得不佩服这个以色列人吼，因为亲像讲，因马上会当适应食这个移民地的食物啦吼。莫讲牧师家己无法度安尼，虽然我有法度去食美国食但是比较嘛是搁较习惯家己的故乡的食食台湾味的啦吼。毋是干那我尔吼，含阮兜的囡仔咧20几岁、10几岁安尼吼，因出门伫外口咧生活的时阵，时常会敲电话转来问讲吼，这吼咱台湾的菜吼，什么卤鸡脚啦，什么货要安怎煮啦吼。因着拢安尼吼，何况以色列人伫旷野食玛纳食40冬，因竟然会通一个就改换因的胃口吼。
嘛可能因已经40档吼，想讲要改换口味，吼，挡袂牢啊吼，啊吼，真欢喜安尼当改换口味嘛，无一定啦吼。讲到这吼，牧师真正是要爱对因表达我的佩服啦吼，因会当安尼马上改变过来安尼吼，真正无简单啦吼。咱搁倒转来圣经啊吼，即个圣树玛纳的新约吼，咱看伊安尼安息日通扣2工，其他日子你若加扣吼，就会歹去。即个模式安尼维持40天。当以色列人一进入迦南地了后，即个玛纳马上就停止，即个新约就马上停止。吼，这又阁是另外一个新约。即种的新约，咱就会当讲这是上帝的掌权啦。吼，根据出来记16章35节的经文，甲咱讲以色列人拢总食40年的玛纳，直到因进入迦南地住落来，伊拢总40天。诗篇78篇，大笔安尼苦劝劝勉吼，世间人伊讲，我的百姓啊，恁着听我的教示，耳孔听我的喙的话，我要开喙讲说譬如，我要讲出古早稳捌的话，就是阮所听见、所知的，也是阮的祖公传互阮的。阮无要将这的事对因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名声甲伊的权能，甲伊所行奇妙的事传互后代。因为伊伫雅各立干净的话，伫以色列设律法，是伊命令咱的祖公的，通传互因的子孙，互后代就是得要出世的子孙知，因也要起来传互因的子孙，互因会仰望在地上帝，无袂记得全能的所做，无袂记得啦吼，就要遵守伊的诫命，吼。所以受到恩典的人来遵守上帝的诫命，这是伫圣经内底足清楚的一个规定啦，还是讲要求吼。咱蒙恩得救就爱会通遵行上帝的诫命，永远来遵守，永远来信靠上帝。若无，咱若离开这个真道的时阵，就亲像迄个启示录的7间教会共款啊，受到上帝的审判，天灾一个发号，灾难就一个出现，这是无这个景象，这是违背上帝诫命的人的处境。因为无论是毋是现在，或者是毋是伫这个末日，上帝永远掌权。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1月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8篇第1节到第7节，约书亚记第5章10到12节，启示录第8章6到13节，9章第1到1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掌管。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按照圣经的观点呢，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都有上帝的旨意，都是上帝在掌管。特别是当末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都会由上帝亲自来审判，并且按照我们所行所做的来给予适当的惩处。今年的美国总统的选举呈现焦灼，也呈现许多怪异的现象。那对于选举的结果如何，我想不论是落选的候选人或是政党，特别是选民当中的一些基督徒，我们要清楚，上帝给了当选的人4年的机会，即便这个人是你所不喜欢的啊。基督徒在这个选举当中，除了这个投票的时候要能够清楚
上帝的旨意不要违背上帝的旨意也不要投给违背上帝旨意的人之外，我们更要学会接受结果，让上帝去掌权，让当选的人以及他的将来的政府去面对上帝要负责的那回到今天的圣经，我们看到了约书亚记第5章的记载，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发生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就如同玛拿的神迹一样，或者是说我们应该这么说了玛拿的出现呢，跟摩西告诉以色列人捡拾玛拿的规定呢，都是神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我们说连玛拿的消失也是一个神迹那在圣经里面这样说了今天的这个约书亚记的经文，他说以色列人民在吉甲扎营，那1个月的14日晚上，他们在耶利哥平原守逾越节。第2天，他们第一次吃到迦南地的土产，有烤的麦穗和无酵饼。那天玛拿停止降下，以色列人民不再吃玛拿了。从那时开始，他们吃迦南地的出产。当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之后，开始吃迦南地的土产之后，玛拿就马上的停止了。以色列人不再吃玛拿了。在这里先说一个题外话了说到这个地方说，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马上吃当地的土产。牧师不得不佩服以色列人，能够马上适应吃移民地的食物。不要说是牧师啦牧师虽然能够很自在的去吃美国吃美国价但还是比较习惯自己的家乡味，台湾口味的食物。连我们家的孩子20几岁出门在外他们时常打电话回家来问说，台湾味的菜，像这个什么卤鸡脚啦、卤猪脚啦，什么东西怎么煮更何况以色列人在旷野吃了40年的玛拿，他们竟然可以一下子就改换胃口。这或许是他们已经忍受了玛拿40年了恨不得马上改变吃其他的东西也许是啦但是在这里牧师不得不佩服我对这个以色列人感到佩服了回到圣经的话，今天所记载的这个赐下玛拿的神迹，我们看这个玛拿的规定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神迹。安息日可以减食2天，那其他的日子呢，多减的东西就会坏掉。这样的一个模式呢，经历了40年。当以色列人一进入了迦南地之后，马上就停止了神迹。我们只能说这个是上帝在掌权了根据出埃及记第16章35节的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共吃了40年的玛拿，直到他们到迦南地定居下来。诗篇78篇的经文大卫这样子劝告世人，他说，我的人民要听我的教诲，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我要用比喻说明，我要用预言揭开历史的奥秘，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事。我们不向子孙隐瞒这些事，却要向下一代说明上主的全能和一切奇妙的作为。他颁法律给以色列人民，他赐诫命给雅各的后裔，他命令我们的祖宗要把他的律法传给子孙，好使后代学习，再传给他们的子子孙孙，这样他们也会信靠上帝，不忘记他的作为，
永远遵守他的诫命。根据圣经的这样的历史的记载，基督徒或是以色列人都是先蒙恩得救，然后呢就被上帝要求要能够遵行他的诫命，不但要遵行他的诫命，而且要永远遵守，要能够永远信靠上帝。否则的话，我们如果离开上帝的道，离开上帝的道，会像启示录的7间教会一样，受到上帝的审判。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来看到，这个天使一个一个发号，他们在末日所遇到的灾难就一个一个的出现。是的，这是末日的景象，这是违背上帝诫命的人的处境。台湾人很喜欢说，好像好人都比较短命了，坏人都比较长命了，看起来都比较受祝福。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将来都要面对上帝，在末日的时候。所以即便是在末日，今日或是末日，记得上帝都在掌权。